港房達人 Fanny 姐帶大家睇東半山港島豪宅，進入渣甸山，想同富豪名人做鄰居就要嚟東半山。港島豪宅地標的獨特地位，全新豪宅發展項目極為罕有，配備私人升降機大堂間隔，擁有極高私隱度，背靠渣甸山山巒之餘，同時可飽覽九龍半島南海岸線的大都會一線景觀。呢度背山面海，約7成單位望正維港海景，仲有9244尺豪華會所、戶外泳池、燒烤場、健身室樣樣齊，交通型晒，車程僅10分鐘就到港鐵銅鑼灣站。落樓就係鬧市配套，麥當勞、超市、餐廳應有盡有，周邊環境仲勁，大球場、香港中央圖書館、維多利亞公園全部喺隔離，放假行公園、睇波、打書釘，生活質素滿分。最關鍵係校網，小學12網，中學灣仔區，傳統名校林立，細路由細贏到大。現樓市位現已開放 ，Fanny 指強烈建議你親身感受 ，VIP 專車接送，一齊上去望住維港嘆咖啡。呢啲筍盤手慢就冇，中意呢個樓盤的朋友即刻過嚟預約參觀。